机助理来开启善书图书馆，按正中央圆圈。OK Google， 开启网站善书图书馆。正在开启网页。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善书图书馆分享的很多道教经典的目录，还有佛教、儒家的、四书五经的，还有神学的，还有台湾乱谈的、出版书的，还可以研究神仙的那个解释，还可以参考神学的哦，基督教、天主教神学、基督教神学的内容很丰富啊！欢迎搜寻善书图书馆，用手机语音助理就说 OK Google， 请开启网站善书图书馆。如果是影片的话，说请开启 YouTube 影片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比如说闽南语读经闽南语读经。太上洞玄灵宝是书秘诀妙经，洞玄灵宝灵宝。